我有一桩代志要甲你参详啦。我嘛拄好有代志要甲你参详一下。哦，也拄好，你先讲，你先讲。啊，我来，你先讲啦。啊，搞唔只安尼，你先讲啦。好啦好啦，Lady First，查某先讲啦。哦，好。好，我 first。哎，我知影吼，你就想要食迄个工厂啦。啊，毋过吼，我是感觉讲，这时机吼，这是安怎讲？老师啊，伊后来有甲我参详啦。哦，老师已经甲你讲过啊。嘿啦，老师吼，伊的意见甲我同款啦。哎啦，啊老师就讲哦，要教我做伙甲工厂拼起来安尼啦。嗯？就讲随某你讲的，啊，我著经验较少，欠人斗相共。啊，拄好伫这时阵，刘老师出现伫咱兜，迄袂输甲提供备安排好势咧，对无？对。老师，你毋是甲我讲你要？我就是想讲哦，啊，你是啊哦，带老师啊来去拜访一个老客户，啊，煞来过来开发一个新的客户。啊，等工厂一切若稳定了哦，老师就会来带咱兜啊，对无？对，啊，毋是吼，我可以当做校长的家教，陪读册啊。哎，一减二个，蒙拉减四个，赞。老师，你毋是甲我讲你要甲伊？无啦，我是想讲吼，昆明遐真正足想要做头家啊。师傅，我是安尼感觉啦。天公伯哦，调故意安排刘老师来甲我斗相共，啊，无你想看有影？咱囝叫建中，老师的名嘛叫建中，啊，两个拢姓老，算起来算亲同呢。世间卡了拄好的代志，对唔？对啊，拢互恁搬，拢互你讲就好啊。我食饱啦。好了，师傅，哦，好，你心酸啦，来食你的饭啦。哎，老师食饭。哦，好。慢点。哎，水某哎，来，哎，浸一下脚哎，啊，身体健康吼，来。啊，浸尻川啦，